乡亲是大好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华视新闻的特别报道。1989扫动的理想，台港中30年民主路。今年是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30周年，对应天安门，台湾嘛有家己的1989，有家己的扫动冲突甲迷茫，当然嘛有家己的勇敢追求甲毋忘。迄个时期，台湾拄拄戒严。真侪社会运动，真侪民众开始站出来对抗政府的体制。1989年的台湾，伫个宁静当中带着扫动，扫动是社会迈向民主、自由、开放甲多元，一定爱付出的代价。到伫迄个年代，中国发生一件大代志，就是天安门六四的事件。为什么当时伫北京有几10万的学生甲民众占领天安门的广场示威游行，静坐绝食，要求民主改革呢？为什么一场学生的运动会动用战车开就街头，以武力镇压来收场呢？透过华视新闻珍贵的历史镜头，咱做伙来回看30年前中国现代史上这场规模上大、震惊国际民主运动。无论是政府或党中央，从来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，从来没有这样讲过。1989年代尾期的中国，在经过10年改革开放后，社会出现火野山差人济、钱一直保起、贪污腐败等等严重问题，民怨四起。1989年4月15日，进前被逼是中央总书记，被当作是改革开放的自由派人士欧耀邦过身。消息一日传出来，几点钟内，北京大学甲其他的大学学生便透过大小的文字部悼念欧耀邦，进而表达对中国政治的不满。对领导人的批评。当时，伫北京大学创办民主沙龙的学生王丹冇参加。第一，当然就是要重新评价胡耀邦，因为我们当然也提出一些政治改革的诉求，包括言论自由啊、解放、开放报禁啊等等。那我们也提到一些经济的，比如说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等等，大概就是7条。4月20日，北京当局伫人民大会堂为欧耀邦举行国葬仪式，各大学的学生突破天安门广场封锁线，其中有人长跪递交请愿书，要求面见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平。经过学生甲军警烧钱的时，被拍受伤，开始准备要发起全面性的罢课。坚决罢课！坚决罢课！坚持罢课！4月26日，中国官方报纸《人民日报》社论，指学生运动为动乱与有计划的阴谋，更加激怒抗议学生。因此，4日学生示威游行愈来愈大，激发北京54间高校的学生甲北京市民超过10万人直接去到天安门广场。要求政府领导人直接与学生对话。日本学生成立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，由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乌尔开西做主席。我们给它简称是北高联，北大、清华、人大、师大、法大、大专学院、大学加起来大概是100多所。为了应对这种局面，当时袁牧呢就安排了所谓的对话。参与对话的学生这一边是由学校和共青团所组织起来的，原来的官方的学生会啊等等共青团的代表，他们跟学运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场对话当然是再一次激怒这个学生。5月7日，学生再上街头示威，这天正是五四运动届满70周年。10几点钟的游行，得到北京市民以及天津、上海、成都等各所在学生的応援，加上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又要对学运发表温和谈话，因此大部分的学生乐观做出复课的决定。不过，中国高层拢不甲学生展开对话。
我们游行、静坐、示威、请愿，什么方式都尝试过了，政府就是一点也不答应。那我们当然只能是整个升级啊，我们只能用更激烈的手段呢，那就只剩下绝食了。事实上，北高雷是试图劝阻绝食，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权利约束这些同学不要去绝食，最后有2000人绝食，我们有安排。有一条通道叫生命线，就是专门留给救护车通道，这些是完全靠一个一个人手拉手，就日夜不停地站在那里。5月15到5月18，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巴契夫访问中共，这代表着矛盾理念无同已经30年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化。严过学生运动唔那好中苏会谈硬咬，嘛好中共高战真无民主。5月18，当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平总算伫人民大会堂会见绝食学生代表王丹、乌尔开西等人。我们北京这几天已经陷入了，我可以说是一种无政府的状态。我希望同志们想一想，最后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？当时的有一些媒体报道说，当时我的态度是否过于强悍，是否我们的立场的强悍刺激了共产党？一方面，我没有强悍，我当时作为学生代表表达的所有的立场，都是我非表达不可的立场。我们当时知道不会是多好的结果，最差的就是运动没有取得成果，然后我们回到学校以后，我们这些学生领袖啊，什么这些学生组织者就一一的被开除学籍，甚至被捕的可能性我们都想过，但是用正规军开枪，这完全没有想过。其实当时在党内的保守派的势力，在邓小平的支持下，已经决定要镇压了，所以他态度当然强硬了。有关反对武力镇压学运的中央总书记赵紫阳，伫5月19公开向天安门广场学生呼吁赶紧结束绝食了后，就黯然失真。为了执行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禁中央当局决定于5月20对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。没有军队，我有人民；没有军队，我有人民。超过25万的学生甲群众唔惊大军压境威胁，继续集合当军车进入。严过三五欲来，一触即发的紧张态势，与天安门广场学生开始有继续占领，甲脱离广场无共款的观点。我是主张撤出广场的，这是一个很多人会去追究的问题，就是为什么没有撤出广场？但如果实事求是的讲，在当时的情况下，不可能撤出广场。你可以想象这种情况，就算99%的人真的要撤，然后只要1%的人不走，那99%的人撤得了吗？天安门广场坚持的学生呢，也有他坚持的道理，因为中共已经显示了他要军队镇压，在那种情况下，离开天安门广场就是分散了这种力量。当时坚守在那里的人就是希望要等待6月22号的时候开紧急人大。只是未有等到全国人大举行紧急会议，中共最高决策单位早就调军布局，决定武力镇压。如果说那些拿着冲锋枪枪杀无辜的士兵是野兽畜生的话，那么这些坐在电视屏幕前、坐在摄像机前撒谎的人，他们是什么人？1989年6月7日下晡，戒严部队第38集团军的先遣部队，和民众围伫天安门广场的西边。军民对立几啊点钟，情势紧张。暗时，各路大军向天安门广场进犯，和民众甲各种路障挡掉了。军队开枪啊！最早开枪的是38集团军的部队，第一个64死难者宋晓明就是在6月3号晚上10点钟左右，在西长街的延长线五棵松路口的人行道上中枪死亡的。第38集团军沿西中安街向天安门广场入来时，经过木西地甲西单路口一带，这个区域和军队射杀甲搞事的人上阵。第二个死伤比较多的，也是主要的屠杀区域，这是空降兵第15军
从南向北向天安门广场进军的时候，经过天桥、朱市口、前门一带的时候，就开枪屠杀民众跟学生。吴仁华当时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，带学生做特别的救察队，坚守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下。在6月4号凌晨1点25分的空降兵第15军就抵达天安门广场的南面，然后在6月4号凌晨1点30分的时候，第38集团军的部队抵达天安门广场的北面，也就是天安门城楼前面。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，他们就对天安门广场进行了武力的清查。快救护车！救护车！快一点！天安门城楼东边、南地主街口南边，368集团军布置警戒线，因为依然有真侪民众拍什么冲入广场，成员坚守到底的学生。军队一摆过一摆开枪扫射，嘛造成大规模的伤亡。在6月4号凌晨3点过后，就是4个绝食请愿的知识分子就是刘晓波、侯德健、高鑫、周舵，就是决定出面跟戒严部队谈判，留出一条安全的通道，让坚守的学生队伍撤走。包括总指挥柴玲、副总指挥李路、冯崇德，当时学生领袖不同意，不同意去跟戒严部队谈判，不同意就是主动的撤离。6月7日差不多透早4点，天安门广场的电火熊熊拢禁火去，戒严部队发动最后的清场，装甲车甲战车一路推进，到过学生的天道，民主女神像随倒落去。经过最黑暗的8点钟，广场的电火才佫重新打开。就有士兵那种突击队，荷枪实弹的士兵突击队，就突破过我们这些静坐的学生，就冲上了纪念碑上，就开枪，把那个指挥部的什么喇叭呀、什么灯啊就给打掉，然后用枪托用木棒殴打学生。最后指挥部跟戒严部队就达成了一个协议，允许学生减少伤亡，最后从东南角撤出。本情当时是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，6月7日透早6点，对同学的队伍沿着西中安街撤离，不过经过六步口后壁熊熊有一声真大声的爆炸声。事后我们知道这个爆炸物是毒气弹，黄绿色的浓烟就把我们给笼罩了。就在我侧身的这个时候，我就已经能看到坦克已经到了跟前，速度非常快。坦克是履带，它绞住了裤子呀、腿啊，它就拖行了嘛，把你撕扯一段以后，拖行一段以后，我才掉落下来，滚到了路边。106号坦克是掉头，就是冲入路边的学生队伍，所以当场造成11名学生死亡，然后很多学生受伤，所以其中有5具学生的遗体送到了我任教的中国政法大学，我们就跪在那个5具的学生遗体面前，所以我当时我就一边哭我一边发誓，就永不遗忘，永不遗忘。这也许就是我这么多年为什么要去记录6四屠杀的事实。1989年6月7日，在北京中安街上，以血肉之躯阻挡战车队前进的青年，撼动了全世界。媒体曝光伊是王维林，也不无人知伊确实的姓名甲身份。事后拢无伊消息，到即马生死未卜。天安门广场、北京市区的街路，拢是灾祸的景象。军队无用伫拼，却是无度抹灭民众的悲愤，无度平息全世界的谴情。All right, Tom, thank you. Now, as we mentioned earlier, Western leaders are responding to the bloody military crackdown in China in angry words and also in action. 不过，中国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先对外宣称讲，军人加上民众死亡将近300人，后来又搁边口警无承认。在天安门广场清理的时候，没有发生任何的伤亡事故，没有发生任何的伤亡，没有打死一个人，也解放军的军车也没有压死过一个人。在6月3号，我们接到了戒严总指挥部的命令，就是说要不惜一切代价准时到天安门广场集合。
李晓明当时是做39军116师高炮团1名2连的雷达站站长，因为师长柯方消极不回应挺进天安门广场的命令，李晓明才变成律师镇压的杀手。像有些军官他不理解大家，那我就可以杀人开枪。关键就是看你部队的指挥官看他们怎么理解这个命令。依照中央统计，律师镇压事件总共有15名戒严部队的军人甲武装警察部队的官兵死亡，互因共和国卫士的荣誉称号，讲因拢是死伫暴徒之手。中国官方后来一再说反革命暴乱，所以戒严部队才不得不开枪自卫，不得不开枪镇压。所以这是一个把时间先后因果关系给颠倒了的。这15名军人没有一个死亡时间是早于1989年6月4号凌晨1点钟的。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包括当年媒体的报道，屠杀是发生在1989年6月3号晚上10点钟。戒严部队开枪杀人在先，然后部分被屠杀所激怒的民众以暴制暴在后，其中只有7个人是被那个以暴制暴的民众杀死的。当时在木樨地，因为我回到清华的路要路过那里，我就去那个复兴医院去看，就是在一个自行车棚的地上堆了40多具尸体，被白布裹着。周封锁名列学生领袖通缉名单的第5名，代志发生后第9天被捕入监。通缉令顶面的王丹、乌尔凯西、查玲、洪忠德等人，也因为中共大规模的搜捕行动，若不是互人掠去关，就是流亡海外。律师事件幸存者就此害着历史的重担，人民嘛伫恐惧甲监控中唔敢讲。不过89民运却是深深影响着边仔的香港甲台湾，牵动着台港中的民主之路。